等来到新闻的现场，食饭时间手路菜来食无共的手路料理。嘉义东石乡是出名蚵仔的产地，都有餐厅业者挖山食山，挖海食海，运用在地资源，杀创意料理蚵仔饭，就是甲蚵仔汤拌饭做伙煮，搁再放入去细卡铁鼎，烘好炒伙搭，饭拢会煎皮，规个香杠香，顶面铺一蚵仔，规嘴拢会当食到青甜的好滋味，互食食客蚵仔界特质。满满十几粒肥壮壮的蚵仔摆伫个香杠杠的白饭顶悬，看到互人喙烂水嗦嗦叫。四包蚵仔汤头的饭粒仔，逐喙拢是青笑的海味，搁来斗搭鼎皮的炒火搭香味，食起来口感搁加真有滋味。嘉义县东石乡上出名的这个正港上青的蚵仔，即马搁有老店第二代来杀出这个创意的蚵仔饭，要来互食食客有青笑的滋味。这是蚵仔的高汤，差不多有100斤的蚵仔去穿烫。高汤跟我们的米做结合。若好食秘诀拢伫咧这鼎，100外斤的蚵仔，甲控汤头，再搁含白米，甲放入去这个炊霜内底，煮熟了后，搁甲拌古早味的猪油。上尾甲装入去锅仔镜内底，搁甲放中尾挽出来的蚵仔，用加速大火来甲煸，安尼鼎皮的香味就会走出来。这个才有算成功。有点带口感甜味。很好。规台湾敢若才食会到，老店靠在地食材出新步，要用多元多变的菜单来抢摆顾客的艺造王。记者综合报道。